我哋今日嘅主角係阿旭，佢個性好動率直，不過就唔中意坐定定，成日都周圍喐，俾人一種冇時停嘅感覺。阿旭係學校田徑隊嘅成員，佢手腳靈活又敏捷，每一個動作都充滿力量同速度，令佢成為學校裏面無人能及嘅短跑達人。我勇往直前，喺比賽獲獎無數，吸引咗好多同學、粉絲嘅關注同讚賞添。雖然阿旭喺田徑場表現出色，但係喺課堂上就經常遇到一啲小麻煩。不如我哋一齊睇下究竟發生乜嘢事？有一日早上，當同學都好專心上緊中文堂嘅時候，突然喺阿旭嘅座位傳出陣陣怪聲，而且聲音仲越嚟越大添。點解有啲嗒嗒聲嘅？好嘈啊！好似有人喺度摁腳喎。坐喺阿旭隔籬嘅曼曼都留意到，望過去睇下究竟發生乜嘢事。乜嘢怪聲嚟㗎？哦，原來係旭喺度摁腳。阿旭，你可唔可以唔喺度摁腳啊？我覺得好嘈，而且張台喺度喐，我專心唔到聽老師講書啊！對唔住啊，曼曼，我兩隻腳好似好想跑步咁，我唔知係忍住噶。點知過咗一陣，真係好想喐啊！不過只要忍多20分鐘就小息，到時候我就可以喺操場咁樣盡情咁樣奔跑啦。又過咗一陣，似乎阿旭真係忍唔住啦。唉，坐定定真係好難啊！等我用啲方法，我嚟分享下自己嘅注意力先。Come on baby， 等我俾個 beat 大家先。1 2 1 2 3 4。阿旭點解可以有咁多精力㗎？班長，阿旭成堂喺度打拍子，搞到我哋都好想喐埋一份，專心唔到聽老師講書。身為班長嘅古班決定喺呢個時候挺身而出。老師，阿旭成堂都喐嚟喐去，搞到我哋專心唔到聽書啊！阿旭唔好再打拍子啦，快啲安靜啊！哦，阿旭，我知道你真係忍唔住好想喐，不過咁樣會影響到同學噶嘛。不如我請你出去行個圈，伸展喐動下，再返嚟上堂好唔好？好啊，唔該晒老師。阿旭行咗出班房之後，雙腳就好似大解放咁樣，唔使坐定定，果然係舒服好多。Yeah， 1 2 and a 1 2 3 4。除咗打拍子，阿旭雙腳就好似裝咗摩打一樣走嚟走去，越走越快。打掃緊嘅校工姨姨見到阿旭喺走廊跑嚟跑去，就過去睇下發生乜嘢事。哦，原來走廊呢條大直路愛嚟練跑都幾好喎。阿旭，你做乜唔上堂，喺走廊跑嚟跑去啊？係啊，上堂要坐定定45分鐘。老師知道我需要中途喐動下醒神下，所以批准我出嚟走走咯。似乎你真係有好多精力，好需要放電喎。啊，你唔係參加咗田徑隊咩？放咗學去喐下跑下啦。耶，冇錯啊！我最開心就可以去練習跑步，可以盡情咁樣俾我跑。眨下眼，又到咗放學嘅時候啦。耶，終於放學啦，又到我最中意嘅練跑時間，睇我大展身手啦！阿旭好快就換好衫，幹勁十足咁喺操場邊做熱身運動，認真咁全程投入參與練習。加油！阿旭一落到運動場就成人痛晒啦。係啊，佢雙腳好似裝咗摩打咁快啊！經過一輪嘅訓練，
阿旭嘅精力都用得七七八八。大家都好努力練習。好啦，過嚟坐低休息下。我想同大家宣布一件事，各位同學，校際田徑比賽嘅日子就快到啦，好高興見到大家都好俾心機練習，特別要讚下阿旭。我觀察咗一段時間，阿旭唔單止係全部人入邊跑得最快，佢亦都係最投入訓練、對跑步最有熱誠嘅同學。我決定揀阿旭代表我哋學校參加男子組嘅比賽，你哋俾啲掌聲阿旭，幫佢加油啦！聽到教練呢個好消息，阿旭即刻開心到原地跳起嚟。耶！好嘢，我得咗啦！我一定會用盡全力向前衝，喺比賽攞個獎牌翻嚟為學校爭光。呢套漫畫短片係由專注力不足、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、佢哋嘅家長、專業配音員同埋香港耀能協會嘅職業治療師同社工共同製作及配音。希望透過呢段影片，令公眾人士對有專注力不足、過度活躍症兒童嘅特質同埋所面對嘅挑戰有多啲嘅認識。專注力不足、過度活躍症係一種神經發展障礙，會影響到我哋嘅專注力、活躍程度以及控制衝動嘅能力等等。佢哋往往都係反應抑制嘅能力比較弱，所以會比較容易心急。好多時未諗清楚就急住行動，或者衝口而出，俾人一種動作快過腦袋，冇時停，喐嚟喐去嘅感覺。好似喺短片入面嘅主角阿旭，佢經常都難以安坐，手腳成日都會做唔同嘅動作，發出聲音，容易影響到身邊嘅人。我喺上緊堂嘅時候，老師成日都叫我要坐定定，但係我又覺得好難，因為我好中意喐，我會感到好無奈，所以我好唔中意。要幫助 ADHD 小朋友提升反應抑制能力，第一步就係要令佢哋學識點樣喺日常生活嘅唔同時候，察覺到自己嘅覺醒度狀態係過慢、過快，定係啱啱好。好似影片中嘅阿旭，當佢察覺到自己喺課堂中不停喐動係過快嘅表現，佢就嘗試揾方法幫自己調節翻慢啲，而老師亦體諒到阿旭嘅需要，俾佢離開課室去走廊行下，輕鬆一下。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守規矩嘅人，所以我唔覺得規矩係會守唔到嘅。咁但係一路嚟去聽你哋去講解啊、教學啊，咁跟住再同你哋去 share 分享，又聽其他故事嘅時候，一路就個心態會放輕咗，冇咁執着。其實唔一定要坐定先聽到書嘅啫，可以調節下，又唔一定3堂要坐定定，唔一定嘅啫。中間可以行開下、醒下，其實你吸收到更加多，結果唔係更加好咩？你哋啊，真係話你哋去飲杯水啊，甚至乎話需唔需要一啲自省活動啊？咁佢哋又會好踴躍去做，做完我見到識自己翻嚟嘅喎。咁翻嚟之後又真係坐得定，咁我覺得係俾到我一個好實證，其實咁樣係 work 嘅喎，唔會話走咗就會散咗，唔係有呢件事嘅。喺現實生活入面 ，ADHD 嘅小朋友亦好有創意咁，諗到唔同嘅方法嚟幫自己調節覺醒度狀態過快嘅情況。我會用我隻手嚟捉住隻手，同埋咬住隻腳，可以令我坐定啲。除此之外，家長亦可以引導 ADHD 小朋友將佢哋嘅精力運用喺合適嘅地方，變成為佢哋嘅長處。就好似片中嘅主角阿旭，將精力用喺田徑場上，令佢成為一個出色嘅跑手。佢又真係唔怕醜啦！你見佢嚟到第一次到最尾一次都係同小朋友相處都係非常之愉快嘅，同埋我覺得佢叫做唔怕困難嘅挑戰，因為嗰啲字平時對佢嚟講應該係會係唔好過嚟啊，唔好過嚟。咁但係我記得今次係主動去完成咗呢一件事，同埋對自己係有要求嘅。第一次我同佢去練嘅時候，佢覺得做得唔理想，唔俾我錄嘅。咁啊之後次次都有俾我繼續錄落去，因為做得覺得OK 啊，同埋每一次都會有進步嘅地方，同埋我每次同佢錄完佢又翻聽嘅。
佢係會有覺得唔錯喎，即係有笑啦，即係啦，你明嘅細路仔啦，係啦。其實每個孩子都係獨一無二嘅，每個孩子嘅成長發展各有不同及需要，亦有個人嘅優點同缺點。有專注力不足、過度活躍症嘅孩子，只係佢哋其中一個特質。佢哋同時具創意、想像力豐富、具靈活彈性、愛冒險及發掘新事物。當我哋更加認識孩子嘅個性特質，發掘同培養佢哋嘅興趣同強項，同時了解佢哋困難嘅背後原因，循序漸進咁教導同協助佢哋，以長補短，發揮才能，繼續接納、陪伴同守望佢哋。多